大家好，今日我想介紹係東京山手線啲冇可能嘅顯失物品。去東京旅行啦，或者出差啦，大部分人都會搭山手線。你搭過未啊？每日咧有成400萬到500萬人用，只係新宿站咧就一日咧有120萬人次，仲上咗健力士世界紀錄。人流咁誇張，遺失物品自然多到嚇死人。山手線一年之內估計有大約500萬件嘅遺失物品。喺 JR 東日本官方公布嘅遺失物品排行榜前列有雨傘、數碼產品，包括手機、尿袋、耳機、銀包啊、手袋啊、衣服啦、書本等等嘅。雖然唔係好多，不過有啲特別嘅遺失物品，好似假牙義肢、假髮咁。每年排行榜入邊必定出現一樣冇可能嘅遺失物品。骨灰盅，2024年同2025年都係第9位。表面上叫遺失物品，但我覺得好多係特登留低。點解要咁做？因為東京長期墓地不足，日本高齡化，2023年死亡人數158萬，係歷史新高。當中30%集中喺東京都市間，火葬場同墓地都唔夠用。少少題外話，不過我哋先講下由人過身到變成骨灰之前嘅問題。東京23區得9個火葬場，其中6個由東京博善經營。呢間公司背後係中國資本，佢哋每年加價火葬費。2024年火葬費用咧升到9萬日圓，約4500蚊。多人覺得死者安息之所俾中國人操控，心入邊唔舒服。仲有錄曜嘅習俗嘅，有人嗰日唔火化，結果東京平均由死亡到火葬要等10日。好啦，你最後變成骨灰啦，之後呢，墓地同樣嚴重不足，東京都官立寧願抽選倍率10倍以上，已經好多人放棄傳統墓地，改去骨灰中位，甚至有數碼供奉啦，喺虛擬世界成個墓。咁點解要特登將骨灰中留低喺山手線呢？喺日本，遺骨嘅不當遺棄係刑法第190條，死體等遺棄罪屬於犯罪，可以判監3年以下。將遺骨當垃圾咁掟或者隨便埋葬都係違法。雖然已經火葬，但係冇墓位，只好無奈咁將骨灰盅放喺山手線或者其他列車嘅車廂入邊。之後咧就會按照法律程序咧當住遺失物品處理，最後以無緣佛嘅形式被供奉。喺日本叫無緣佛係指身份不明嘅死者，或者冇人去吊祭嘅死者。咁我哋住喺香港嘅情況又係點呢？其實香港嘅情況咧同東京差唔多，可能仲衰啲。香港嘅平均由死亡到火葬嘅時間大約7到15日，成人火葬費係1220蚊。政府管理墓地最細單位要23萬蚊，私人墓地更高達100萬蚊以上，甚至比住宅更貴，成為社會問題。大部分人都放棄買墓位，只可以揀骨灰中位。但係2011年公營骨灰中位平均等候期係3.25年，到2024年已經增加到4.5年，最長超過7年。你都聽日有可能會喺 MTR 執到骨灰盅。好啦，今日條片就講到呢度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記得俾點讚、留言，仲要訂閱我哋嘅頻道啊！